打嘎到古一当的嘛故，所以它不需要就去加前缀哈，咪或妈就不需要了。好，那句型2呢？就是打嘎到前面加前缀，萨嘎，萨嘎打嘎到就是高的元音，哦，高的一个元音。我萨嘎打嘎到努伊当啊古感恩，食物是我朋友长高或者高大的元音哈。那这一句呢，可以把词交换哈，就变成第2个句型，就是第2个方式哈。就把这个后面个感恩，把这个食物放到前面来讲。有个感恩股，这个大家老努一当啊股，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要记得是这个萨嘎，这个大家老，这个阿吉进，这个决定是变成你的形容词的那个原因，不管是变高、变矮、变胖、变瘦，萨嘎加形容词哈。好。那下一个句型呢，就是前面一个嘎，嘎达嘎拉欧，然后后面一个按，所以它是前缀后缀哦，环缀。嘎达嘎拉万，那这个会有2个，可能是时间或者是地点。哦，嘎达嘎拉万，嘎米马难，就是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哦。那这一句里面是乌好干，所以它这个时间哈，中午。Ukalahukanku katakarawan no jitar，就是太阳比较高的那个时段的时间是中午。那这一句也是一样哦，可以把这个句子稍微词汇前后换一下哈。那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像这个把这个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词缀的部分哦。有加词缀的这个达嘎拉放在前面，我嘎达嘎拉湾努吉拉了，我嘎好干，这样子。好，其实也不难，很简单。好，下一个句型巴嘎巴嘎达嘎拉就是变高，让什么变高？巴嘎达嘎拉使什么成为高的，变成高的。巴嘎达嘎拉嘎古杜巴拉努马古，巴拉努马古就是我的桌子。巴嘎达嘎拉乌嘎固，我让我的桌子变高，是这样。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萨嘎，还有前后嘎，后面是按，再来就是巴嘎达嘎拉。好，那下一个是米沙达嘎拉，米沙哦，米沙达嘎拉，我之前有讲过，就是这个也在我们的部落里面常常讲到米沙多伦。米沙后面就加一些名词、形容词，什么都可以哦。如果在这一个达卡到这个地方，达卡到这个地方，米前面加一个米沙的话，它就是也是有变成的意思哦，就是形成一个高的。所以在这边的翻译，我翻成我的朋友在增高哦，因为这个高是要所谓的增高，就是我们利用不能讲说非自然的，就是说利用一些方式去让我们的身体变高哦，可能就是多吃一点，或者是说那个可以长高的一些食物，甚至一些方法这样子。那这个是做出来的嘛？就在主语里面就变成米萨达嘎道这样。好，那第7个呢？达嘎道这个就也常用了哈，这个就很好理解。只要前面有个达萨的时候，都是就像我们讲的那个比较级，就是说非常的哈，比一般的还要更非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高哈。达嘎到不非常的吗？好，这个是上次没讲到的哈。那它也是前缀，
Miki 前面 Miki takarau kui sang nama kui takuanan 好 Miki 就是谁比谁谁比谁，就它是一个比较的所以这个例句我先来念一下。Miki takarau kui sang nama kui sang nama 我的朋友Miki takarau kui sang nama 我的朋友比我高，就是一大瓜难，大瓜难这个是我受格，所以我的这个翻译的话不是从我比我的朋友高我们之前讲说我们翻译的时候要从后面翻在这一句里面，因为这个是大瓜难所以我们从前面这个孤后面的这个维桑的马固，我的朋友比我高。Miki takarau kui sang namaku i takuanan。好，我们来试试看，因为上一次没有练习这一句，那我们试试看好了。我们利用这个句型来做练习，那一样也是使用这个没有词缀的这个形容词。好，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线上有几位？8位、12位。我们来试试看，用 Miki 前缀 Miki， 然后选一个形容词。我需要贴出来吗？我再贴一次。应该有听到我的声音我没有在自言自语吧？好，我现在把这个不需要词缀的这个形容词已经贴出来了，15个。那我们就使用这些形容词来，你就套看套用这个句型8的这个句型。那其实我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不用想得太复杂，因为我的目的只是希望说我们把这个 Miki 的使用方法熟练就好了熟练就好了。所以你甚至可以把我的句型8的这一句，把这个变成矮的就好了。那后面其实也可以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念这样，念的目的是希望可以熟练一点了。学主语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很流利的念出来是比较重要嘛。考试也很重要，不过是比较其次。好，那我们线上的就先来练习一下我们使用句型8 ，Miki takarau， 那 Miki， 然后后面是形容词。然后我不知道我们线上有没有新的同学或老师。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句型，然后用我所提供的这个词汇或者是说你有想到别的词汇，那它是无形的，就不需要词缀的这个形容词拿来使用，然后造句这样，用我的这个 Miki 这个方式去造句。自己造一句，然后写中文，然后待会也会请你念一下你所造的句子，这样子。好，我们先请达照来念你的例句。はい。
是。Miki古丁古沙发宁拉及板奈yan，他的妹妹比板奈黑。哦，好，谢谢凯明老师。Miki Kuating Bu Safa Nira Cipanayan，他的妹妹比巴奈黑，所以我来问一下，所以这边有几个人？应该是3个人，对不对？提到的，我不是说现场有几个人，这边提到就是他嘛，还有他的妹妹，他的妹妹比巴奈黑。Miki Kuating Bu Safa Nira Cipanayan。好，谢谢。还有吗？这个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哦，不过是不是每一个我提供的形容词都可以用呢？不知道，带大家来发掘一下问题。如果说管定可以使用的话，那所有的颜色都可以拿来用。那如果说打嘎拉可以的话，所有的高矮胖瘦也都可以用，对不对？所以在我提供的这个形容词的这个智慧有15个，其实形容词都是可以用的了。好，有吗？还是大家可能还在写哦，或者是那我们今天也就速度就稍微慢一点哦。好，请 Cindy 来念一下。嗨，老师，我写看看，我也不知道这样意思对不对。好 Miki Fanzar go w i s a n Numago Itagwana，我的朋友比我好，你可以放假了。好，可以这谢谢，样写吗？好，先谢谢 Cindy。其实这个是没问题，因为你的那个注意听得懂啊。Miki 放假故意上那么故意大官那中文翻译我的朋友比我好，我觉得没问题。哎，好啦，谢谢老师。那个 不会 Miki ，Miki Fanzar 放假可以把它解释成说漂亮或者是美丽这样吗？还是只能用也好？是可以的，因为哦，这个绑架了，或者是 Mickey 我们讲有时候讲漂亮会比较贴切的是说 Magaba，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部落会怎么讲。嗯，对，我们像不管男女，我们都会讲啊，如果长得很漂亮，我们比较会讲 Magaba。那Mickey 放炸了，用这样的方式说他比我好看，没有，你这边是说比我好，那讲的是个性嘛？讲的是个性，仿照是没问题。如果你要讲外表，还是可以理解，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可能会让人家问啊，就是说那个是外表呢，还是说是个性？可能就会要另外确定这样。嗯，我认为好的，可以，如果要讲外表的话，嗨，好啦，谢谢谢谢。谢谢 Cindy。那我们请把 Leos 来念你的例句。はい。Mikiriatats ko nanon nuna panao to nanon nuya riar。这湖水比那海水冰冷。好，谢谢 Valius。Miki Lietets Unanum Nuna Panau Tu Nuyarial Tu，哎，来看一下哈，先想一下，那个 Lietets，所以你们是讲 Lietets 哦，
好，我先看一下我的。冰像我们有的部落好像我们部落会讲 get 的，就是那个个 k 啦。那法律所以你们部落是讲 get 的，是不是？不是我应该比武嘛？是，可是因为我是在都会的，所以我觉得很杂，方言什么都有。哦，所以你学的是 get 的，是不是？对，我可能比哦较偏秀姑峦那边的。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哈，有时候那个说法会，我也常常会觉得说会被误导了，以为是比物，因为我们讲 get 的很冰这样，是那个 K 这样，你给的那个 K 哈，我们是使用 K，那没关系，我们来看这个句哈 m i g i l i t e s gunanum nunafanao nuna fanao nura 还是 nuna 好 nunafanao tu nuna nuyarial tunanum nuyarial， 哎，我们讲的那个 real 其实就是海嘛。那海的话，要不要用 nanum real？ 我觉得我们我在我的经验中哈，我先不讲对或错哈，在我的经验中，除非是被取出来的，就是这个海水哈，比如说我用一个桶子去那边捞一桶水，然后回家，或者是说在沙滩上，我会说这个是 una nuria 的。可是如果那个海水它并没有离开那个海的话，我们都不会讲说 una nuria 嘞，我们只称就是海这样子。所以那个如果说以那个法律刚刚提供的这个例句啊，如果我要从你的这个句子去判断，或者是说去构筑那个你的场景，好像是说你拿了一桶水，然后在那个就是拿了一桶水，然后这个水是我拿 nuria 的这样子哦，才会变成这样子。那所以我不知道法律的你的那个这句话的背景是不是这样子？我其实只想说，就是那个湖的那个水，比海水冰冷嘛？比那我海的那个水，还有对，所以你的那个情境啊，你的情境并没有说把那个海捞一桶上岸比嘛，并没有嘛。没有想到这个。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不能讲 nanum nuria 了呢 ，nuyari nanum nuyaria 了呢，因为只称海的话就 real 含着 agatu suaren tu nanum nuria 这样，其实有一点，我不知道我们线上的老师有没有可以发表那个感受哈？这个好像有一点那个不好意思哦，就是说我找不到那个形容词了，就是很像加油添醋的感觉啦。还好像森龙老师说的是，对不对？除非我真的拿一桶水哦，就是有那个我小的时候去美在一个咩，就是那个抓鱼苗啊，抓鳗苗，然后那个收鱼的那个导地就会先去拿一桶水，然后那一桶水就是拿那么多利亚的过来，它不是利亚的哦，我拿那么多利亚就是那个海水在水桶里面，叫做拿那么多利亚。可是如果我们讲海边哈，那个海，那个叫利亚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不知道那个法律可以意会得到吗？我所说的。哦，了解老师的意思。对对那对对对，我再修改一下。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请苏贤老师
森龙哥来，我刚刚查一个字典哦，那个哎，法利乌斯那个 Leaders 有啊，这个是秀姑兰的讲法，真的有这个字。好，OK，学到了，所以不是笔误了哈。好，哎，所以我之前有讲嘛，就是我们教学相长嘛，因为有时候哈，虽然我们周遭有修姑兰的朋友，可是有时候不会讲到，所以也不知道那个对不对了。哦，不好意思，所以连的那这样我就知道了。那我是海岸的长滨那边会用 get 的这样子。那像刚刚那个法律也有分享哦，他说他是都会区的原住民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年轻人还有小孩子哦，也是都会区，然后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也都是南市啊、海岸或者是那个秀姑峦都混在一起上课，他们也搞不懂他们到底是哪里的，其实也会是这样的状况了。其实我也是啦，只是说我有在部落生活，所以好一点这样子。我们先请苏璇老师来念你的例句。はい。右、等一下。喂。好， Mikiku Heza 及巴奈的为上名啦，巴奈比他的朋友白。好，谢谢苏璇老师。Miki Guazal 及巴奈度为上宁啦，这一句就没有问题。好，下面那个苏璇老师下面就提供了列的，然后同给的这样子。那我们再请智慧老师来念例句，你的例句。Miki talulong ko turyar ko ulah aku itiswanan， 我对你的爱比海深。哦，好，谢谢智慧老师。Miki talulong turyar ko ulah aku itiswanan。Miki talulong。哦，这个以后可以对我老婆说呢哦。Miki talulong turyar ko ulah aku itiswanan。谢谢智慧老师提供的哦。以前不知道怎么用主语向老婆表达哦，今天可以学到一句这样。好，谢谢智慧。Mikita Alulung， 很深哈。那我们部落是讲 Alulung， 刚好少了一个那个前面那个 T 的那个 T 啊，所以你看啊，都会有时候是差一个字或者少一个字这样子。哦，甚至于那个海岸阿美语的不同部落又不一样，有时候也是给我们蛮多烦恼。不过有的部落讲达鲁隆或者讲阿鲁隆都是对的哦，这个我就知道了，因为我知道有人会讲达鲁隆这样。好，还有吗？那这个是那个上一次的这个练习刚好是最后一个了，所以我们就往下走了哈。那如果说你还在写的，就直接贴出来就好了。好，把6有弄了一个修正哈。Mikilit guna panau tuyariar， 像nanom no panau， 我刚刚其实修正的是里亚的而已哦。panau这个其实我没有什么意见呢，因为那个法6修正是把那个nanom no panau 连那个法闹的这边也修掉哦。那这样的话，其实会比刚刚还是可以更理解一点的。法闹，我们讲那个法闹就是
嗯，我这样说哈，我们来理解一下哈。我刚刚为什么没有讲烦恼？那能不能烦恼会有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的理由哈。如果这个我们讲的那个烦恼，在我的理解中，因为那个湖啊，有时候会没有水，没有水的湖，我也是讲烦恼，这个怎么办？那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长这么大哈，从来没有过那个海水会不见，就是说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了，那个海水不见了。但是很多人会看过那个湖水不见了，就是干掉了。像部落很多那种小湖啊，马萨巴纳外就是马萨巴纳，就是它可能是因为台风或是下雨，马萨巴纳这样就是那可是它的水可以不见哦，就是干掉了或是流光了。所以我才说，但是它没有水，它即便没有水哈，那个地方还是叫烦恼哎。所以我刚刚对那个法律讲的那个那努努那法，那我没有意见的意思是这个。然后那结果法律就把那个那努努法，那把那个那弄给拿掉，我就觉得就会产生问题了哈。好，没有老师，我再补上。对。所以法律师，你可以理解我说的意思哦。那我了解，就是那个湖干渴，但还是叫湖。它是叫湖，对，还是叫烦恼。所以既然你说湖水，那就是要拿那么多烦恼哈。那海水就是 real 就对了。那话又说回来哈，如果哪一天我是不知道啊，如果海水干掉了呢，是不是还叫 real？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好像没有遇过啊，自然界好像没有过嘛，所以也不晓得。当海水干掉的时候，是不是还叫 real 呢？请智慧高深的老师来帮我们解答。好，我们这个句型我们就先过了哈，我们就往下哦。这个也是形容词的字根，但是是下半部了哈，另外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打嘎道也是使用这个打嘎道哈。好，打嘎道如果加后缀呢，会有两个。打嘎达问就是祈使句，也是要高的意思哦。那之前我们有讲到另外一个祈使句哈，它是用前缀，对不对？在这边打嘎绕，它也是祈使句的意思哦。但是在就是给人的感受会有不同的强烈度。打嘎拉温，打嘎绕，这个在感受上会强烈度不同啊。好，打嘎拉问可能就是稍微柔一点，嘎达嘎绕可能就比较强烈一点，这样子哈。那另外一个后缀哈，后面加一个 ay 哈，达嘎拉 y 就是高的人，那有时候不是指人，可能是高的什么东西，达嘎拉 y。好，这个也很容易，这个其实因为生活中常常讲，就很容易用，也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个呢，就是前缀还有后缀哈。那有三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这个达嘎拉问妈前缀妈，后面加 n 妈达嘎拉问，就感受啊，这个感受哈，他觉得很高，所以这个高
当我们把形容词放在这个置换在达嘎绕这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人的感觉哈，会觉得怎么样的？觉得冷，觉得热，这样就可以使用妈什么什么嗯这样。那第二个还缀哦，前面加哒，后面也是嗯哦，达嘎拉问。达嘎拉问，那这个前缀，这个现在使用的这个前缀搭，是因为我使用的这个形容词，它是达嘎拉是这个 t 开始的所以它是重复死音加啊，我讲的是那个前缀前缀怎么加呢？就是将你的这个形容词的字根的第一个子音在前面重复，再加一个啊，所以待会用别的字就不是达了，不一定是达了，就看你的字根是什么。达格拉问就是将要高的，太阳也是将要高嘛，什么东西会将要变高，成为高的这样子。好，第三个是前面沙，后面加爱，扎达嘎拉外，那就比较级了最高的扎达嘎拉外。好，像我刚刚讲那个达沙达嘎拉这个达沙达嘎拉不见得是最高的只是说就是形容一个人很高，或者说某一个什么东西很高，在你感觉上是很高的，但是它没有比较，所以不一定是最高的。如果说有一个可以比较的话，有一个是特别，那它就是最高，就是用这个萨达嘎拉外。如果说你们有3个人，然后你是最高的，那你是绝对最高嘛，就是萨达嘎拉外最高的这样子。好，大概先这样介绍我们来看看那个例句，我来念一下例句。Tahiratu I takarawai asra zangra， zra 是土地I takarawai， 所以这个不是指人刚刚讲 takarawai 是高的人，如果讲 takarawai asra 就是高的土地，那我们讲说高地啦，土地比较高的土地Tahiratu度这个是了完成了。Tahiratu I takarawai asra zangra， 他们到达了高地上，较高的土地上。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练习的那个例句是这一个来试试看加后缀而已Takarawai Jinawai Guadinai 这样，我们来试试看，来造句一下那尽量没关系就照你的想法造句吧。如果有问题，我们就继续讨论这样子。好，Tahiratu I takarawai asra zangra takarawai， 那一样我们使用刚刚提供的这个形容词的智慧15个来用用看。我们这个只是后缀而已我这样子好了，我先看一下后面。达嘎拉外最高的
我刚发现就是这个，我先回头一下，这个达嘎拉外跟萨达嘎拉外，其实我们就择一来使用一个，择一来使用好，因为有一点小重复了。如果把它单独拿来练习，用有一点浪费时间这样子。那这个爱跟前面加一个杀什么什么爱哈，我们就择一使用这样。那你翻译就翻译它的哈。好，我刚刚说的意思哈，如果说我用这个句型9哈 ，Airatu I Takarawai Asra Zamra， 他们到达了高地上，跟 Airatu I Satakarawai Asra Zamra 这还是一样哈，只是多了一个缀而已啊。所以我想就选择一个来那个吧。我们就这个 Takarawai 跟 Satakarawai 前后缀一起使用好了，一起练习，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一些时间哈。好，我们请赵老师来念你的例句。Ay, mararit kaku 忘了一个Ataira i Takarawai Lutuk， 我常去高山。好，谢谢赵老师。Mararit kaku Taira i Takarawai Lutuk。Takarawai Lutuk 高的山哈。那如果说这一句哈，凯明老师的这一句 ，Mararit kaku Taira i Takarawai Lutuk， 其实也是可以啊，常去最高的山。像这个 Mararit， 如果我们用那个，凯明老师，如果我用 Bararit， 觉得会不会有问题 ？Bararit kaku Tarai Takarawai Lutuk。 好，我们现在来看苏璇老师的好了，请苏璇老师来念一下。Ay, uni kuhatzalai akafong ku kaulahan aku。我所喜欢的是这顶白色的帽子。好，kuhatzalai 白色的。我提供的例句，我先看一下我提供的例句。kuhatzalai， 好。uni kuhatzalai akafong ku kaulahan aku， 我所喜欢的。是这顶白色的帽子，我所喜欢，搞了那个我所喜欢的，哦，没问题，中文翻译是 OK。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马德里多白记以博纳莱巴拉什金纳，他把钱放在桌上。好，刚刚 Alex 你的句子是写 Midli， 可是你刚刚念马德里，哦，还是我听错？可能是我念错吧。Midli多白记。Midli多白记是以博纳莱巴拉什金纳，他把钱放在
矮桌上。Benerai benerai bener bener 这个也是方言别了。bener 这个我就知道哈。那我们有的部落会讲 bener， 那我提供的是什么？看一下有吗？那个我这经我知道了，我没有提供哦。bener 就是打扰的反义词啊。bener 就是矮的。那有的方言别是写 bener 用 o po， 那我的部落是写 pa bener bener。Italy 都拜祭，你不能来啊，把它紧了，他把钱放在矮的桌子上啊，bener。那这个也是一样哦。如果那个 bener 前面放一个沙，bener 啊，把它紧了。就是这个就有比较了哈。如果他这个桌子只有一张的话，就是这个情境哦。如果说桌子只有一张，绝对不可能会使用到沙，那板的来啊把它不可能的，一定有好几张，至少2张，哦，至少是2张桌子以上才会用沙板的来啊把它，就因为有所比较。就会用最矮的，是最矮的哦。好，还有例句吗？好，请法六十来念你的例句。Usaphangshisai Falu Go Bibazakai Muradauki， 那老板卖的是最香的花。好，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哈，就是前面一个沙沙方西塞最香的，所以也就是说哈，不可能只有一朵花，就是至少最少就是2朵啦以上啦，这一句才能成立哈。沙方西塞，如果只有一朵花哈，如果在情境上，如果只有一朵花，是不可能使用沙方西塞，我们只能使用无方西塞，就是香的花这样子哈。好，沙方西塞啊，巴鲁布比巴扎盖努拉刀比，那老板卖的是最香的花。好，巴鲁，那我们讲哈娜，哈娜是变成日语的介词的哈，好，那法录。好，我们的时间哈51分，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不好？我们8点01分回来，好，休息一下哦哈。这个刚刚已经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好，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练习的单元哈。好，大家问，我再回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原则上面来看一下哈。这个我可能要稍微再说明一下，因为刚刚有老师提醒好，不好意思，我先清一下痰啊。好，刚刚这个我刚刚有说明这个马达嘎拉问哈，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了。老师没有画面。哎，好，有吗？
而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另外一个句型哈，那我先回头，就是我刚刚所这个构成的这个原则这个地方哈，马达嘎拉问这个地方哎，可能老师还是没有画面。没有吗？哎，我这边是有分享，我再重新关闭再分享一次看看。这样大家有没有看到？还是没有，对不对？对，还是看不到。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的电脑这边是有的。嗯，我先退出哦，然后我重新加入哦，这样可以吗？那个苏璇老师会不会可以，出问题？可以，可以。很好。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我刚刚讲到哪里？这个我们要到那个新的这个句型结构这边哈。我刚刚也讲到这个达嘎到这个马达嘎拉问前缀后缀这个地方哈，还缀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啦，因为刚刚老师有提醒我，可能有一些词哈，有一些字根，像有一些字根它是不需要加妈的。那这个达嘎拉问，达嘎拉问跟我们再往前哈，你看我的这个滑鼠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达嘎拉问，然后跟嘎达嘎绕祈使句它是很类似的哈，其实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那个强烈度不一样。那它还会有一种状况，就是感受的问题，就是觉得很高，达嘎拉温，达嘎拉温个咕度啊，达嘎拉温个咕叽，妈妈，我觉得爸爸很高哎，哦，就是我觉得很高这样，达嘎拉温。那那什么时候会用妈呢？有一些字根会需要用妈啦，比如说那个叔叔，叔叔就是很胖，或者是张马宁恩有没有？马叔叔恩会加一个妈吼，妈会就是会用到妈型的。那这个达嘎绕呢，在这里可能不需要用妈哈，所以这边可能会看那个各部落或者是雅群他们在使用上的习惯。那这个我觉得也不需要有争议啦，只是说可能会有不同的用法。所以我们待会看看啊，就是各位你在使用这个不同的字根的时候，你不确定你就加码看看，或是加码也可以。然后我们就看看我们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利用语感，我也去感受一下，就是看能不能觉得它错还是对哦。这个是我刚刚要提醒的，要讲的。那这个达嘎绕呢，可能就这个字根用妈不行，
有一些字根是可以的哈。好，我们再回头到这个句型这边。好，我念一下哦。Takarawan kakuji kazawan 哦，Takarawan 觉得很高。Kaku 哈，我觉得很高。谁呢？Jimayawan。Takarawan kakuji mayawan。那这个Jimayawan前面不用 e 哦，因为它不是地方，是马药哦，是受词Jimayawan。好，我们来试试看啦。如果从刚刚的字根去发展，看看能不能产生一些问题哦。那我这边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大家哈，因为我刚刚是退出重新加入嘛，那我的这个通话讯息这边是空白的，只有那个 Sandy 这边他的传的有这个，那你们的呢？你们的是有吗？你们都还保留原来的吗？还有还有哦，好，那就没问题哦，所以我就不用重新贴那个字根哦。我好了，不然我也可以自己看。好，因为我重新加入的话，刚刚你们写的那个句子全部都洗掉了，都空白这样。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哈，觉得高哈，大家问，那这个真的要是需要理解一下哈，就是我再回头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地方哈，他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做祈使句用哦，就是叫人要高，要快乐哦，就是去祈使嘛哈，大家问，那有时候是一种感受。好，我们先请智慧老师来念你的例句好了。我是句型9的。句型9，好，没关系。好。Akaparares aku untuk hajilai asikaan takarawaku remes，不要经常吃咸的食物，以免血压高。哦，谢谢智慧老师提供的哈，这一句一定要学了，然后日常生活的会说哈，akaparalis 沙，这个沙就是它一种是语助词哈，akaparalis 沙，kuma endo gajilai 哈，gajil 就是咸哈，gajilai 就是咸的啊。咸的食物，gajilai asikaan 咸的食物。Takarawa go remes， Takarawa 就是高嘛 ，Takarawa 这个要怎么讲？就是慧老师的翻译是以免血压高 ，Takarawa 寡丁奥，因为这个 wow 哈。会常常使用，就是在口语里面，我想一下怎么翻会比较好哦。我们来看那个智慧老师，他其实这个中文翻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之前有讲过嘛哈，就是说我们会希望那个主语跟中文可以完全对应哦。是不要有多的，或是不要有少的，可以完全对应。不过我在这里，那个智慧老师的这一句我有点卡住哈，以免血压高，达嘎拉哇，它确实有那个意思，有那个以免变胖，以免变瘦，马苏苏奥，有没有？这个应该怎么讲？我们待会再来研究哈。这一句是没有什么错了，我是纠结在那个以免这个字哈，到底要怎么去？这个还有那个奥，形容词后面的那个 aw 这个。好，我们现在请那个嘎造先念例句好了，句型式的。はい。
古和丁恩吉嘎造吉板奈样，嘎造觉得板奈很白。好，谢谢。刮丁恩，所以刮丁恩所有的颜色都可以放在刮丁恩这边呢。哦，所有的颜色都可以哦。就像那个达嘎拉问，所有的高矮胖瘦都可以放。辛拉问这个也可以，发的对不起，应该是黑啦，黑了，我翻错了。哦，好，我刚才也没看中文哈、哦。好，我先来念，我来念一下我的那个我提供那个字根好了。达嘎拉问，辛拉问，嘎过，发的灯嘎过，还是前门嘎过，决定啊，决定嘎过，ang reren嘎过，决定嘎过。Kajitlin, pangsisin, ang tsuhpan, kafasaan, kasuan, pangzalan, alumanan, altihayan。好，我刚刚练了15个那个，其实好像都不需要妈哈。都不需要妈，我这样从感觉上去领受的话，好像都不需要妈。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原则里面哦，我提供的这个句子哦，提供的这个字根都不需要妈。那什么时候需要妈？我来提供一个哦，比如说。脏了哈，我刚刚有讲过嘛，脏是 uning， 那觉得脏呢，就不能讲 uningen， 是不是啊？马 un 就会加一个马 uningen gaku 都板烂，我觉得这个地板很脏。马 uningen gaku 都里刮咕，我觉得我的衣服很脏。你讲这是需要吗？那刚刚。我提供了这个字根，从感觉上几乎都不用妈哈。好，就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见，老师，我们线上的老师有没有意见？不晓得啊。如果有意见的话，可以随时提供哈，就是以免我们一直错下去这样。好，那我们就还有句子吗？如果还没有，我们先回到那个刚刚那个智慧老师这个。提供的这个例句哈，akapalit kumanto kajilai asikan 这一句没问题了。不要经常吃，不要常吃哈，akapalit 不要常吃咸的食物，以免血压增高。takarawa gurus， 我觉得哈，takarawa gurus 这个就是用理解的啦，因为血。会变高的，从我们的理解哈，如果光讲血，不可能会变高了，它只会变多变少，所以我们这个理解说它是血压增高哈。那这个是我只能说啊，这个是比较创意的用法。因为我们阿美族没有血压这种词汇嘛，可能需要大家去发明啊。目前好像没有这样的新的词汇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跟老人家讲，不要吃太咸。像部落的那个长辈都吃喜酪啊，很咸。那做子女的可能会希望他少吃，不然血压会高哦。可是那个老人家太老了，也不知道讲血压他能不能听得懂哦。如果我们说达嘎拉瓦古人们，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得懂哎。那所以我就要问那个智慧啊，智慧老师，如果你这样跟你的
阿公讲，他会听得懂吗？血压高这样子，大格拉沃古勒姆斯这样子，好像都这样子讲所以他们听得懂是不是？对呀，还是他们就是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是用那个，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用体会的，应该是用体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讲那个血，讲 remus 的时候，要么就是多，要么就是少。那所以他们就体会说啊，可能小孩子说血压高了，可能是那个意思这样。森龙哥，现场有那个拿告行系啊，翠云老师，他应该可以说明这个部分。好，那拿告老师在哈，那我再问一次好了，我不知道拿告老师有没有在听，我再问一次哈。像刚刚智慧老师有写一句哈，我来念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拿告老师他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这一句哈，就是他的那个通讯栏。那我来念一次哈，就是阿卡巴拉里萨古马恩多卡吉莱阿西卡恩达卡拉瓦古人姆斯这样，主要是后面这一句达卡拉瓦古人姆斯，如果我们翻成以免血压高这样子，这样翻译可不可以？好，就是问那个拿高老师哈。如果30秒拿高老师没有回应，那我可能就知道他没有在听这样子。有听到吗？拿高老师？达卡拉瓦古人姆斯可以讲成血压高吗？达卡拉瓦古人姆斯。像这个在老师还没有回应之前我来讲一下，就是那个后面加奥凯明老师，那个如果我们要去用中文表示那个达嘎拉哇，你会怎么去用中文表示啊？我说真的，我真的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常常讲我们都常常讲，但是用中文讲翻就达嘎拉哇，要用以免吗？因为那个智慧老师翻的我是可以认同的，达嘎拉哇或者是以免血压高。宁奥古里过这样好，你看马乌宁脏嘛哈，马乌宁奥古里过，以免衣服会变脏哦，衣服会脏哦的意思啊。那他用以免嘛，其实还是一样。如果单独就是说，如果用我们这个原则，我不知道怎么去翻呢，有点用这样的方式去翻它，就不知道怎么翻了。好，拿高老师还是没回应哦，所以他应该是在线上，但是没有听到啊。那我们先请那个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好了。Kebiasaan si Ina do你等等啊，你妈妈阿姑好，妈妈觉得爸爸煮的汤没味道。好，谢谢 Alex。Kebiasaan kebiasaan 是形容什么？kebiasaan 是Ina，妈妈觉得很咸，觉得很淡，没有味道哈。对什么觉得很淡呢？都当然你妈妈阿姑好是爸爸所煮的汤哈，爸爸煮的汤，妈妈觉得爸爸煮的汤没味道，或者说很淡很清淡。好，谢谢 Alex， 没问题。字有没有问题？我看一下，三级伊那都，当然你妈妈阿姑好没问题。再请舒璇老师。はい。
反扎人嘎古杜鲁玛你嘎造，我觉得嘎造的房子很漂亮。好，谢谢，谢谢苏贤。好，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哈，回头一般哈，用滑鼠来滑一下给大家看。一般它形容词加 n 哈，一般来说要祈使句的话，它就不会有完整的句子，它就只会有这个达嘎拉温，就是要高，就是它不很难在句子里面形成一个，它很难。如果我们是祈使句，它就很难变成一个句子了，所以它可能就是单独使用，就变成片语。好了，要拿，达嘎拉温要高，这样子哈，就变成那如果是讲感受，就会使用这个在句子里面哦，所以在句子前面就会变成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就不是祈使句的那个翻译哦，就不是要高哦，就是觉得高了哦。那放在这个句首这边，达嘎拉温嘎古吉嘎早万就变成这样子哦。放扎人嘎古多鲁玛尼嘎早，哦，就是觉得就会变成觉得，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那个老师没有回应的话，我们把这个做结论啊，像这个智慧老师所提供的这个句子哈，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也是需要那个啦，需要一个新的理解啦，除非有新造的那个词，像血压这样的哈，因为 remes 我们一般都讲血而已，那血压要怎么讲？我们目前就先使用这个吧。因为刚刚智慧老师有讲到说，部落的老人家还是听得懂，就是听得懂，那个是讲血压，达嘎拉温，达嘎拉瓦乌古勒梅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往下了哈。句型11，我先来念这个句型。几个照顾好，这个是我们萨达嘎拉瓦伊尼亚罗，这个我们刚刚其实有先讲到这个了哈，因为它跟那个后缀爱是只差了一个字而已，萨达嘎拉瓦，这个是比较级最高的哈，它需要比较的。那如果说没得比较，就不能使用这个哈。所以我们讲说那个萨达嘎拉阿鲁多，所以不可能只有我们眼前不可能只有一座山而已，旁边应该有好几座。那我们所形容的那一座山是最高的，所以它是需要有比较的哦。好，那刚刚那个我们讲好，我们就给大家练习好了，因为刚刚那个谁也有写一个例句哦，就写了这个例句。那我觉得还是不要省略好了，我们就来练习这一个哈，杀什么什么爱哦，最什么样的，来练习一下，需要练习吗？其实我们把你刚刚写的那个例句哦，加一个傻，然后中文加一个嘴，其实就可以了。好，有吗？那塔拉威，那瓜扎来，扎新拉威，扎巴特代，就是这样子哦。最怎么样的？像这一句，如果
如果我们要形容一个人呢，比如说萨达卡拉外吉嘎造伊尼亚瑞，我再讲一遍哦。如果我这样讲，萨达卡拉外，你看，我一样用达卡萨达卡拉外吉嘎造伊尼亚瑞，嘎造是部落，就变成最高的人了哦。我刚刚有讲到吗？什么样的人？当形容人的时候，他就直接他就有的人的意思哦。在形容人的时候，有例句吗？像句型，我刚刚讲的这个哈，我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讲了。那我刚这边其实也是最高大的人是嘎造，可以再加一个人哦，再加一个人就可以比较贴切我刚刚所讲的，在部落伊尼亚洛，在部落最高大的人，最高的人是嘎造这样的，达嘎拉歪。那如果是东西呢？东西的话就不要那个了哈，直接就是最高大的、最高的就好了。好，没有人提供例句哈。那我们是最大家可能都有啊，有2句。有吗？那里哦，好，不好意思，我没有翻那个花絮。我们请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好了。不是，不好意思，那个法利乌斯是法利乌斯。Baik. Usuan no bangsa ku sarau saya agama menanam。阿美语是最容易学习的科目。哦，好，谢谢法利乌，谢谢。我苏阿人no bangsa就是苏阿就是画嘛，阿美语，苏阿人 no bangsa。然后是苏阿人 no bangsa 在干嘛呢？古萨拉胡塞爱萨拉胡萨拉胡塞爱萨拉胡塞爱啊嘎木阿米南南。阿美语是最容易学习的科目啊，嘎木像科目哈，这个应该是啊，古木，刚看错，这个应该是介词吧？那像有一个字好像节目的话哈，哎，等一下哦，所以那个法六下面有写更正了哈，嘎木科目，所以它是介词。这个字其实也可以变成那个像节目啊，节目对，节目也是可以哈，科目、节目、项目好像也是可以哈。好，然后嘎木阿米南南，好，我觉得这一句没问题。我们请达照老师来念的例句。这句我很没把握。Utamrau nu fataan ku sakatakalawa i banza，在阿美族里最高
的人是马太安部落的人。好，谢谢高照老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Utamdauno bataan ko sa takaraway ibsah。阿美族里一帮炸，最高的人是马泰安部落的人。Utamdauno bataan。就是马泰安的人嘛哈，那马泰安，他如果是一个部落的话，当然就可以讲马泰安部落嘛。答案，因为是这样子哈，我想一下哈，有时候我们要吹毛求疵一下，讲那个答案，我们会怎么翻？答案就是马泰安嘛哈，那马泰安部落呢？你知道我常常会去吹毛求疵，就是因为我会站在那个学生的立场啊。因为你看，我们讲说，我们讲我们自己名字，像我的部落是马格拉海，对不对？马格拉海嘛，就直翻马格拉海。可是那马格拉海部落那要怎么讲？也是叫马格拉海吗？那这样那个学生就会很多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那个老一辈的人讲不出来的一个问题啦。都可以啦，随便啦，会变成这样哦。所以我们必须要讲究一下。如果凯明老师，如果我们把中文翻译直接写马泰安就好了，马泰安的人，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对，我也觉得是没错。我在修正。我担到答案就是马泰安的人，不用讲部落了，我们都知道他是部落了，除非我们不知道他是部落，所以我们知道他是部落，所以我们就讲马泰安的人，这样就好了。好，担到那个答案。sa Tagarawa是最高的哦，一帮在帮在阿美族，我们阿美族会怎么讲自称是阿美族？考试我们都讲帮在是阿美族嘛哈，一帮在阿美族。我理解一下哈，我不知道那个我这样好了，我们先请我们那个线上的朋友、老师、同学翻一下那个族语娱乐眼，你们帮我翻翻看哦，有那个在那个什么文化篇那边，阿美族会怎么翻呢？因为讲绑架的话，是讲这个，一般我们的理解是讲这个部族哦，并不是讲，虽然它是一个人的群体啦，可是他并没有直接讲到那个人，是讲绑架，是讲一个这个，它其实包含了那个有文化的意涵哦，绑架这样子。那如果讲阿美族人呢？阿美族人里最高的人是马泰安的人，所以我们可能就要以utamdauno bataan ko sa Tagaraway no bangsa阿美族人要怎么讲？我突然忘了，你大家帮我翻一下，阿美族人应该要怎么讲？bangsa pinasaslan， bangsa pinawalan。我不是很确定，看看谁可以帮我。我们这个先跳过啊，我们先请那个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哦。
Uturun nu Galingo gu Sakas ai 一台湾，花莲的麻薯是台湾最好吃的。好，谢谢 Alex。Uturun no Kalinku Usakas ai台湾。花莲的马吉，Turun no Kalinku 是台湾最好吃。Sakas gu Uturun no Kalinku gu Sakas ai台湾。好 ，Alex，那个如果中文翻译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在台湾最好吃的是花莲的独论，花莲的麻糬，这样会不会比较好？真的这样比较好哎。我改一下中文好了，这样比较好。其实没有比较好，就是说比较适合这个族语。对啊，这样子比较可以对应得上这样。对。有没有人去帮我查一下那个阿美族人应该怎么讲？鲁邦扎啊，那个好，下面好像有写那个法利尤斯跟 Eric。我看一下。对啊，可是他写问号鲁邦扎还平了扎山，阿美族人啊，对不对？法利尤斯，阿美族人是不是叫鲁因为我邦扎？之前上那个朱老师的课，他做翻译课的时候，他讲到阿美族人，他是用这个方式。绑在平了炸弹，对不对？那如果是平了炸弹鲁邦扎，这样可不可以呢？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绑扎平了炸弹，我平了炸弹鲁邦扎。可以哈，打马都还，只是说把那个平常炸弹放在前面的话，就变成要中间要放一个 no， 乌平常炸弹鲁邦扎。如果要直接讲就邦扎平常炸弹，这样其实是可以的哈。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海明老师的这个例句哦，阿美族里最高的人是马泰安的人。Utang no fataan ko sa Takaraway ibangza pinatasan，或者是 sa Takaraway pinatasan no bangza。好，我再讲一遍哈，凯明老师刚刚的那一句哈。Utang no fataan ko sa Takaraway ibangza pinatasan，这样子哈。然后我刚刚看到了那个谁 Eric 他有提供，我刚刚没有注意到，他这边就写了 Binazatan no bangza， 这样其实也可以啊。然后法律又写的是 bangza Binazatan， 这样都是对的，那把这个套在那个句子里面就可以了。好，凯明老师有修正了。凯明老师，请你来念好了，你的修正版。Utang no fataan ko sa Takaraway finazalan no bangza， 在阿美族里最高的人是马泰安的人。我是看一本文献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没有关系啦。我先说哈，我又不是权威，但是我就我所理解的提供想法啦。那如果需要修正的哈，就欢迎大家去那个 FB 的那个线上族语潮，就是提供你的修正跟意见这样子哦。那我们有看到就会领受接受这样。好，那我们就还有吗？我再往下。我就往下哈，如果你的还没写完，写完了就直接贴上来哈。
要复习嘞，我看一下时间，44分，还有15分钟。好，这样子哈，我们这个例句已经练习完了哈。那现在我们就算是先做一个整个单元的那个回顾了。好，那这些回顾，其实我们从一开始都有讲到哦。我们来回顾一下。我先来讲这个中文哈，中文的这个部分。我从一开始我们都讲到那个字根，对不对？那字根有分有咪型的，有妈型的，然后有这个中缀的 OM 型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上一周使用的这个没有缀词的，就是打叉型的哈 ，X 型的，就是没有缀词的。所有没有缀词是说它可以单独使用在句子里面哦，不需要咪跟妈哈，也不用 OM 这样子。好，那我先讲第一个咪型哈，各位如果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从我说的里面去理解啊，尽量吧，我就讲慢一点，就是说这个咪型的字根有哪一些？回想一下，其实很好想啊，像比如说像名词类的哈，米佛丁、米蛮，很多了很多了哈。我一直只要是咪型的字根哈，如果我们要变成祈使句，会怎么变？讲一下。咪型的字根，我们先想一个好了。我们现在这样子哈，我们先使用这个咪型哈，然后各位老师还有各位我们线上的同学，你想一个咪型的字根，然后按照我这个，把这个改变一下它的这个结构构词哈，比如说不定，对不对？名词的咪型，然后变成祈使句会怎么讲？然后变成工具类会怎么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型的像不定，对不对哈？名词的这个米不定，变成祈使句呢，就变成 pi 对，比不定去捕鱼这样哈，比 pi 比不定，那变成工具呢会变成什么？杀比不定，对，就变成这样子哈。那变成地点或时间呢，就是比弗丁案，就是捕鱼的时间或是捕鱼的地点这样。那变成人呢，米弗丁爱，对不对？米弗丁爱。那变成事物呢？还有一个变成事物的话，就是所捕的鱼哦，像米弗丁案米弗丁案就是前缀咪，后面加 an，米弗丁案所捕的鱼哈，它是一件事的哈。我所做的这件事就是捕这个鱼，米弗丁案马过。然后被动呢，就变成马弗丁哦，变成马弗丁啊，古古拉弗丁，变妈了。我们先用这个咪型。好，我这样讲解，听不懂的举手。好，如果没有人举手，我们那个 Google Meet 没有举手的这种设定哦，就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压一下它就有那个举手的，好像 Google Meet 没有。好了，我刚其实讲的蛮清楚的，我们试试看哈，算是复习了。你随便找一个咪型的名词类也好，动词类也好，然后把它变成祈使句、工具、时间、地点、人、事物，然后它的被动式这样子，试试看哈。这个比较多一点，我们来试试看。然后，如果你
我看这样好了，为了方便大家时间因为现在已经50分，剩10分钟中文不要写，然后我们待会就用念的，然后你直接用讲的这样子。好，开始。森龙哥有没有下一页可以看范例啊？有下一页吗？有下一页吗？对，有了，有下一页了。好，这个就我刚说的嘛好，比较小，但是各位看一下这边的例子是阿拉米阿拉所以那个字根叫阿拉那它是咪型的，比阿拉就去拿，比阿拉我刚刚有讲到这个吗？我们就照这个好了，好不好？这个工具，是比阿拉用来拿的工具，比阿拉按就是拿什么东西的时间或地点，比阿拉爱就是拿的人我这边这一页比较多了，那我就保留在这边好了。各位你能写多少就写多少，那我们待会就请你来念这样子，因为是复习，所以还是要多念。米阿拉就是拿，比阿拉去拿，比阿拉要谁去拿？萨比阿拉是用来拿的工具，阿拉按拿什么什么的时间或地点，米阿拉爱就是拿的人，米阿拉按所拿的东西，马阿拉被拿，马阿拉爱被拿的东西，好，阿拉恩要拿，对不对？但是阿拉恩将要被拿的东西，这样。好像这个森龙哥用念的就可以吗？我觉得还是用念这样比较快，因为不然的话，那我第一个我先念。好，我用那个 step 打，好 ，mistake 打 ，biscuit 去打，把 biscuit 叫谁去打 ，sa biscuit 就是用来打的工具 ，biscuit 按就是打某人的时间或地点 ，mistake 爱打某人的人。Mistake 按所打的对象 ，Mistake 被谁打 ，Mistake 爱被打的人吧 ，Stn 要被打 ，Stn 要被打的对象，这样对吗？那个凯明老师，你刚刚最后第二个，你前面有词缀吗？有缀词吗？没有，那个 Stn 你直接写 Stn 对。所以你那个我改一下啦，这个应该没有阿拉恩，应该是没有背了，要拿而已了，对不对 ？OK， 好，要拿。对，要拿，因为马阿拉是被拿嘛，马拉你妈就是被谁拿这样子，阿拉恩要被拿，这好像就是要。这个是祈使句嘛？其实它跟那个比阿拉是一样的，祈使句。好，可能是这一点而已好，有没有人来练习一下？我们就用咪就好了。妈，这个后面可能要下一周了，有吗？Alex 或者是 Eric、Erin 或者是 Marius 可以练习。好，老师，我来练习看看。好，那我用句子那个 Rosaurus。Miosaurus, Piosaurus, Papyrosaurus, Sapyrosaurus,
比鲁萨鲁善，米鲁萨鲁塞，米鲁萨鲁善，那个 Bruce，你哎， Bruce，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因为就是给大家分享，讲完一个结构哈，一个构词，然后讲中文这样子，可不可以？好，比鲁萨鲁斯去聚，巴比鲁萨鲁斯叫某人去聚，萨比鲁萨鲁斯就是用来聚的工具，比鲁萨鲁散就聚的时间或者是地点，米鲁萨鲁塞就是去聚的人，米鲁萨鲁散就是所谓聚的东西。马鲁萨鲁斯被拒的，马鲁萨鲁塞被拒的东西，鲁萨鲁圣，就是要去拒，阿拉鲁萨鲁善阿拉鲁萨鲁圣将要去拒的像东西。这个这个你还记得吗？那个最后一个，为什么？对，阿拉鲁萨鲁圣，对就是将要去拒的。对，好，谢谢那个法律，他其实很熟练的，只是我刚刚忘记讲那个提醒最后一个哈，那个阿拉 n， 为什么它是啊？因为那个字根的那个第一个字是母音就啊，所以就重复那个就好了。那如果是像刚刚法律它是卢萨路是 L 嘛，所以要重复字根加啊，拉鲁萨鲁圣。将要被拒的。然后另外一个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我这个看一下这个 PPT 哦，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不能翻译上去哈，这个是应该是说我应该用点点点啦，所拿的点点点哈，它并不是，但是它代表就是一个某种东西这样哈。比如说像米阿拉按所拿的点点点哦，并不是所拿的东西哦，它只是代表某一种东西了。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千万就是说你还要看你的这个句子的结构哈，你所表达的。我不知道各位我这样讲能不能理解哦？就是点点点所拿的点点点，那个点点点是一个某个东西这样子哦。所以第二个也是一样。马拉爱是被拿的点点点，那个点点点像这个一样啊。下面这个将要被拿被拒的点点点，它不一定是不是翻成东西哦，就要看你的句子，比如说是被拿的什么物品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啦。有人还要练习吗？其实我要叫各位能够常常讲的原因哈，其实像我们线上好几个老师，他们都会做练习，但是也提供我们一些很标准的那个主语的那个发声哦，像那个智慧老师，他发声就都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还有一个我刚忘记是谁去了，他的发音也是蛮正确的。还有法六写字，他的发声也都蛮 OK 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讲，然后我们可以彼此听我们彼此的那个口音，这样子互相学习，主要是这个目的啦。好，那已经8点59分了，所以可能练习也来不及了。好，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哈，最后还有1分钟，那我们剩下的可能我们就是下一周再继续，就是做一些复习这样子。那对于今天所讲的，如果有疑问或者是建议，或者是要修正的哈，就是请不要吝啬哈，到那个线上注意槽每一集的那个数学老师他会上传
后就在那个我们今天的视频，不管是哪一集了，就在当下的当屏的那个视频去留言，做一些修正或者建议，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哈，好，就谢谢我们线上的老师跟同学。来，하나고 kamu 또 bisa upun一定你再来。好，下一周再见。哎，阿赖，星拜期。谢谢。拜拜。